来，乡亲啊，今年是这个乌昂村的丰收年。屏东的东港渔港传出着好消息，这个单日入港的乌昂村是破纪录，来到438尾。渔民当坐小棒盘，才甲真大尾乌昂村游起来。大船一只一只驶入来，大家拢是大船入港。一位搁一位，当离港乌昂村从山尾来等台拍卖，为真悬所在看落去数量愈多，鱼也是 A 定定，客满伫咧现场。今天东港鱼市场破纪录，推尾鱼400多尾。拍卖市下侪啊是闹热滚滚，当客真热情，希望当甲水的鱼啊买动去。因为乌昂村进港量开始消落，为顶个月南山进港到这几天一天超过100多尾，今日9号佮破纪录，一笔来438尾。交易量大概总共是411尾哈，那目前已经是我们近10年来单日成交量最高的尾数了。比较好的大概1公斤是成交是450，那比较最低的大概是110左右。即摆是东港乌昂村的丰收年，拍卖平均价数为4月头一寸10公斤1000多块，来到10公斤300块左右，价数会当讲是小个大盘，所以民众想要吃到真鲜的乌昂村，即马当着时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